高手，困球现行杠铃。会去想到啥海无？这条伫古宪诗内面是叫做献根亲像物件，献根亲像物件，照咱心来错误，互咱在做言行举止，我可救主耶稣。所以献根亲像物件，照咱心来错误，互咱在做言行举止。我可想救主耶稣，唱啊这种，迄古圣诗咱唱真熟，吼。好，搁一届咱就准备心来敬拜主，好来，困求变来，困求圣心降临。这是咱的礼拜要开始，请大家将手机啊关静音，也是震动。
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请咱同心来吟圣诗第34首，圣诗第34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逐日赐予阮教育的恩典。你是阮的力量，是阮的石盘，是阮的关台。阮每一日拢会当感受你的慈爱甲保守。人民疼痛的爸，阮常常会互世界的价值观来影响，无行伫真理的道路。也常常活伫自我中心的思想甲行为之中，袂当尊主最大，所以来跋倒犯罪。阮愿意承认罪悔改，求主怜悯赦免。阮要诚心诚意为教会的兄姐来祈祷。蓝金暖。曾碧光母亲手术完毕，身体早日恢复健康。严启文、姚静怡朋友早日适应属灵的大家庭。杨秀月、蔡依珍母亲病痛中永保平安喜乐的灵。薛谦信、薛文哲之子继续和神建立生命的关系，活出神在他生命中的命定。洪时光弟兄懂得爱惜身体，选择体力能胜任的工作。伫这个社会上，有侪困苦的人甲家庭。圣经讲，你若有气力做好，唔通拒绝，着帮赞需要帮赞的人。恳求天父赐予阮疼心甲智慧，尽阮的力量。去扶持困苦软弱的人，阮要为教会建堂，做事工，各团契小组献上祈祷，
求上帝赐予阮顺服的心、合一的灵，彼此相听，伫阮的教会生活中会当应邀上帝。阮要为今仔日的礼拜献上感谢，愿圣神甲牧师同在，互伊会当传达你的真理，也帮助兄弟姊妹会当专心领受，而且活出耶稣的性命。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天更归圣诞上帝，天更圣歌圣圣赞美上帝，所地的在你的，充满呀眼望的。这时，请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58篇，也就是罗马书第8章。我来启，请兄姐来应。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若为咱，啥人会当比着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减袂将万米嘛白白赐予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做义人的是上帝，若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搁上帝互伊对死人中搁活。他坐伫上帝正边，代替咱祈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骄傲，是散赤，是危险，还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你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得要杀的羊。拢毋是，而且的一切的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赢到有春。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灵界的统领者，还是权力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还是天的神灵，还是其他的被造物，这声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愿上帝赐福予听叹伊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主日学这时要用《有你在的地方》这首诗歌，先读经，带我们来敬拜上帝。先读经。对不起，对不起。好紧。啊。先读，啊先读。歹势，歹势。啊，咱来恭听上帝的话。先读。小朋友，不好意思啊，来，安尼先读经。记载，咱来恭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第8节。安尼，遐个甲基督耶稣结连的人就无受定罪，因为通过基督耶稣。迄个赐活命的圣神的法则，已经有透放咱脱离罪甲死的法则。因为人的本性软弱，律法做袂到的，上帝有做成。伊找家己的囝，处甲人共款违犯罪的本性，宣判人本性的罪做有罪来处理罪。上帝安尼做。是要互律法正当的要求，袂当实现伫咱遮的无照本性，
是照圣神的引带得生活的人，因为顺探本性的人意向本性的事，毋过顺探圣神的人意向圣神的事，意向本性结果是死，意向圣神会得到活命甲好福。安尼，意向本性是抵敌上帝，因为无顺服上帝的律法，其实嘛无法度顺服。顺服本性的人，会当互上帝欢喜。愿上帝赐福互听探伊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人。主日学这时要用《有你在的地方》这首诗歌，带我们来敬拜上帝。愿一切水的歌声得到上帝的欢喜甲感乐。下面请林耀兴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认识上帝眼中真实的我”第3讲。这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是祖父母节哈，8月的第4个主日是祖父母节。咱的注意到学生所唱的诗歌，嘛咧讲起着一件代志，虽然是伊讲起着是老爸，但是嘛是对咱的一个真要紧的提醒，就是做父母的，也是甚至咱做这阿公阿嬷的，吼，咱安尼有迄个水的信仰，通互这个时势来军队。是要互因来得到上大的祝福吼，所以会通安尼，遮个细囝会通安尼伫因细汉的时阵就来亲近上帝，这是一件真好的代志。
也是会通互因来得到祝福的代志。所以甲你隔壁的人讲，祝祖父母节快乐。祖父母节是伫咧咱最近才开始有的一个迄落吼，以早8月份就是咱会想到就是父亲节，后来吼，迄落有人讲这阿公阿嬷嘛真重要，所以吼，佮增加一个祖父母节吼。咱顶2礼拜安尼捌分享着，同齐来思考2个。真容易受欺骗的对撒旦来的迄个谎言。第一个谎言就是安尼，我虽然真好，但是还不够好吼。撒旦互咱安尼不断伫迄个中间来彼此来伫遐比较，不断伫遐来追求互咱袂记咱家己是迄个上帝所创造、所珍惜，还是讲所疼的杰作吼。第二个白菜是安尼，我虽然无好，但是我还不错，吼。撒旦安尼，互咱会通透过迄个比较来合理化咱家己，吼，互咱无愿意去诚实去面对咱生命内面的罪，嘛无愿意去真正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悔改。但是当一个人伊已经相信上帝。相信主耶稣接受救恩了，撒旦伊并无停止伊的工作，伊换一个搁较安尼搁较隐藏甚至会通听起来搁较熟练的方式来攻击咱。伊安怎攻击？伊讲你现在确实比以前较好吼，但是还不够好吼，你还不够爱主吼。是讲不够会祷告，是讲不够会读经，不够会服侍，不够属灵，所以怎样？所以上帝还是不会真正的喜悦你。我唔知影伫咱的心内有安尼迄款的声音伫咱的心内底，伫遐咧对咱安尼讲话啊无？这就是第3个谎言，就是。我虽然变好但是还不太好。这个谎言上危险的所在是伊不断伊无一定讲，伊无一定叫咱离开教会，嘛无一定讲叫咱停止服侍。反正伊可能会安尼，互咱搁较努力来服侍。搁较努力来祈祷，搁较努力来追求迄个属灵的成长。咱讲安尼敢有毋好？问题毋是努力无好，乃是伫咱开始将咱家己的迄个表现，当成做咱家己是伫上帝面前的迄个价值。也是迄个地位的根据。再讲一遍，我们把自己的表现当成自己在上帝面前价值与地位的一个根据，所以咱就对迄个靠咱家己来得救，来变成做靠家己，我靠家己来维持迄个上帝对咱的迄个欢喜，听有无？就是讲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靠着自己，为的是要来维持上帝对我们的喜悦。咱对迄个我靠稳定开始，落尾却等于到我靠咱家己的行做。所以今仔日咱所要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徒需要成长。但是无需要靠成长来证明咱家己是值得互上帝来听。咱所需要的，互上帝改变，咱需要互上帝改变，但毋是因为咱抑阁无迄个身份。
我们需要被上帝改变，但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身份。咱之所以愿意改变，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面有得着那个新的身份。咱不是为着要成做上帝的儿女，咱才伫遐来努力，咱才伫遐来追求，乃是因为咱已经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咱愿意来活出迄款上帝儿女的迄款安尼的性命。有了解中间的差异无？前后次序，甲迄个逻辑观念。所以加拉太书第3章内面去讲啊，你们既然以圣灵开始，如今竟要以肉身终结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大家安怎讲？讲恁遐尔啊戆，恁既然靠圣神开始，现在要靠家己的气力来完成是无？你听这福音的起点是稳定。福音的过程嘛是稳定，佮福音的终点犹原是稳定。所以今仔日咱要来学习的，无搁再活伫咧还不够属灵的迄款的空格内面，咱是要学习伫咧安息伫咧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的内面，伫咧稳定中。咱继续伫遐来成长，伫咧基督内面活出一个新创造的人。也是讲，咱无搁再倚靠咱家己，咱是要倚靠上帝稳定。佮咱毋是用着咱家己的方法，咱乃是因为咱原底本底就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咱欢喜活出迄个上帝儿女迄款安尼的性命。所以咱要来，搁一摆来转来，搁看我虽然变好，但是还不够好。这是会通讲，伫咱的性命内面做一个基督徒，咱对救恩，搁一摆搁怎啊对落去到伫志意内面的迄款安尼的迷失啊。这是撒旦伊对咱的迄款第三个攻击。真狡猾的攻击。当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了，魔鬼伊并无放弃，伊换一个更较狡猾的策略，就是你虽然已经得救，你有所改变了，但还不够属灵，你还需要更加的努力。这个部分，刚刚这句话就已经开始，咱是靠家己啊，你需要更加的努力，靠自己的表现来讨上帝的喜悦。这个谎言特别的危险，因为伊听起来真熟练，嘛感觉那像真正确，真侪迄个基督徒拢会落入去伫咧这个陷阱的内面，落尾手就活伫咧迄个律法主义的迄款安尼捆绑的中间。所以加拉太书内面安怎咱会去看到保罗安怎对加拉太教会伫遐来安尼讲起？伫加拉太书第3章第1节到第3节，讲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现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这是我唯一要问你们的。你们领受了圣灵，是因律法的行为，或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然以圣灵开始，如今竟要以肉身终结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保罗伊用一个真重的话伫遐讲啊啦，无知的犹太人，迄个加拉太人，刚才1到3节讲了2次无知。伊伫咧这种啊，因为加拉太的基督徒伊犯了一个真致命的迄个错误，就是伊原底本底是对因信得救来开始，但是落尾手伊煞因为听信，才会对这个耶路撒冷来去到伫因遐的这个迄个基督徒，甲因讲恁毋若是干那信，恁爱阁有行为，什么款的行为？就是恁爱行割礼，恁爱守足侪这饮食的条例，
保罗伫这个所在，甲因讲，你们是那么的无知吗？恁原底本底，恁是靠啥物货？恁是靠领受圣神呢？哦，所以恁毋是安尼，亲像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因是上帝原底本底上帝的选民，所以因需要去守律法。但是既然加勒泰人因是外邦人，因就无搁用到犹太人的遐条例来遵守，来互因得到救。因是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倚靠领受圣神，互因来因信得到称义的。这也是咱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现代基督徒，咱会去碰到的问题。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啊，咱会活到真安尼讲啊，有逐种的迄个痛苦。哦，有啥物款的痛苦？对讲，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时常会安尼讲啊，我今天没有读经祷告，哇，上帝一定不喜欢我。哦，我今天我发了脾气，哦，我不是好的基督徒。要会记哩呢，主耶稣安怎教导咱？伊只有教导咱讲啊，不要含怒怎样到日落。所以耶稣有讲袂使生气无？无呢。咱的奉献无够济，伫上帝面前徛袂牢，是毋是安尼？主耶稣安怎教示？他称赞的是那个奉献2个小钱的那个寡妇。咱无传福音，所以咱辜负上帝的期望。这拢是撒旦伫咱的生活、咱的生命内面，甲咱安尼撒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谎言。第到咱伫咱做一个基督徒，无有对上帝来诶迄款安尼。对基督来，迄款安尼的自由，直到咱伫迄个中间，咱活伫咧迄个痛苦的中间，咱最焦虑。我们觉得啊，我活得不够好啊，上帝一定不喜欢我。可是圣经安怎甲咱讲？上帝伊欢喜咱，伊接纳咱，伊是伫咱抑阁做罪人的时阵，就为咱钉伫咧十字架顶，敢毋是？伊毋是因为咱做好才来为咱钉十字架，伊是伫咱遐做罪人的时阵，就为咱钉十字架。这是咱今仔日咱啊，这迄个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会去拄着的问题，就是撒旦伫咱心内有最迄种控告。这想法的根据是啥物？是魔鬼的谎言。伊伫遐讲，伊伫遐要讲，你的表现决定在你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谎言。圣经怎样讲咱伫基督内面的身份？哥林多前后书第5章讲，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大意讲，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大拢变做新的。伊伫这所在，咱爱注意，保罗伫这所在，伊毋是讲正在变成哦。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不是说就正在变成新造的人，而是什么？是就是新造的人，而且这就是啥？是已经是啊，是已经是已经是啊，是新创造的人，伫基督内面，伊就已经是啊。不是将来会是啊，它不是那个未来式，它是现在进行式，而且是叫做现在就是。这是咱今仔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会有当时因为迄款咱受到撒旦伫咱内面内心的迄款安尼迄个自我控告，直到咱有最迄个没有自信。袂去讲，咱伫上帝面前，咱的身份是甚物货？咱碰见咱家己的身份。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内面安尼讲起讲啊，但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因为他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满有爱。伫这个所在，咱会通看见，从创世以前呢，在基督里的，伫这个讲起啥？这个逐样的属灵的福气，是伫咧创世以前，也就是伫咧咱还未出世，伫基督内面，咱就已经受到上帝的接纳。伫主的内面，咱已经安怎真做圣洁，无瑕疵，是满有疼心啦。迄个字下骹，因为咱的迄个那个荧幕吼，牧师伫咧做。我的电脑甲这边的尺寸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拢会每一次我做好的，拢还佫有一寡字叫共。好，哥罗西书嘛安尼讲起，第一章内面讲啊，讲毋过现在上帝已经通过家己的囝肉体的死，互恁甲伊和好，诚做圣洁、无缺点、无通嫌的生命，献伫伊面前，是咱的主。伊就借着伊的肉体的死，来互咱甲伊和好，甲上帝和好，诚做圣洁、无缺点、无通嫌。毋是咱是圣洁、无缺点、无通嫌，是咱的主，因为伊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他代替我们在这个。代替我们那个死在那个罪的中间，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无瑕疵、无可指责。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是已经咱伫基督耶稣的内面的时阵，是照着基督的死，所以毋是讲。咱犹原抑阁是迄个抑阁是迄种，咱原底本底是袂堪哩，但是上主要就是撒旦伫迄中间一直伫遐甲咱控告，互咱袂记咱原底咱家己的身份，所以咱犹原阁被罪所捆绑，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怎样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哥罗西书第3章内面也安尼有安尼讲起，然后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的里面，基督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伫这个所在，一个真要紧关键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毋是基督要成做咱的性命。是已经嘛不是讲我们要努力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而是基督已经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咱爱有迄款安尼的把握，但是一个真要紧的，咱无活伫咧继续的活在那个罪的当中。伫咧罗马书内面一个真要紧的信息，就是我们没有继续的沉溺在罪的这个迄款安尼欢乐里面，咱乃是咱真清楚知影咱嘛真清楚知影讲，咱是一个有罪未堪的，咱是无圣洁，咱是无完全。但是因为咱知影咱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至到咱即马伫上帝面前是已经圣洁无瑕疵，阁无通指责所以咱会通想象一个款安尼的画面，就是如果咱伫咧法庭被控告，咱是迄个被控告杀人罪，我们面临死亡是死刑。突然，如果有人安尼徛起来讲，法官大人，这个人是无辜的，真正的凶手是我。搁这个人是我的囝，我愿意代替伊来死。法官接受这个代替，宣判你无罪逃放。现在问题是，你是无罪吗？是，
但是这个无罪是因为咱的表现吗？毋是。这个无罪是因为迄个代替者伊的牺牲，是无？是。咱需要去努力去证明咱家己的无罪是毋是？无需要，因为法官已经宣判了。有了解迄个中间的迄个逻辑的差异无？咱阁想象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今仔日咱伫咧咱的银行的迄个账簿内底，咱的账户内底，原底本底咱是负债，亲像咱即马咱要建堂，大家人拢听到1亿，拢真惊。好，咱原底本底负债1亿，忽然有一天，这个世界的首富伊将伊所有的财产转到你伫咧你的账户内底。现在你的身份是啥物货？你是首富哦，你无搁再是迄个努力趁钱的迄个负债者，乃是坐拥那个万亿的这个富翁。你不需要努力去趁钱来去证明你家己有钱，你只要需要的是啥物货？去支取、去使用这笔财富。因为这个财富在哪里？在你的账户里面，不是吗？是那个首富他已经放在你的账户里面。所以咱既然是迄个世界首富，所以咱唔免去努力来证明讲我是世界首富。这也就是无输进前捌讲起的，咱做人，上重要就是做啥？做天公仔囝。用咱台语，咱台湾话讲叫做做天公仔囝，因为安那咱既然是天公的囝，就是上帝的囝，安尼咱就是迄个上有福气的人。因为囝安怎继承老爸的财产，敢毋是？所以咱今仔日咱共款，咱无需要去努力去证明咱家己是义人。咱所需要的是去支取、去挖出来，迄个基督已经予咱的迄个新的生命。所以，咱会通搁一摆转来讲，当魔鬼甲咱讲你还不够属灵的时阵，上帝话安怎讲？伫咧罗马书内面第8章，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安怎讲？讲安尼遐甲基督耶稣结连的人，就无受定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所以伫咱的内心内面，如果咱有还阁有侪的自我定罪的时阵，咱爱想起这条经文。以弗所书第10章14节内底嘛，安尼讲，因为他仅只有一次献祭，就使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主要说，伊一遍伊家己将伊家己献上，就承担也互安尼对古早一直到现今到未来所有的人，拢因为伊的一届的献祭，就互见若相信伊的人会通成圣，互遐迄个圣化归主的人永远完全。以弗所书第2章第6节嘛安尼讲，他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兄弟，咱伫耶稣基督内面，咱就已经得到迄款安尼，当咱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伊阁为着咱的罪有钉死伫十字架顶，也安尼受埋葬，第3日伊对死人中过活。当咱安尼相信，也安尼宣认的时阵，咱就已经成做上帝的囝。所以咱就已经甲耶稣基督结合，上帝就互咱甲伊安做伙过活。咱的灵魂就伫主的内面。原底本底，因为亚当夏娃伫咧创世的时阵，人因为犯罪，遇到甲上帝隔离。但即个时阵，咱就会通搁一届甲上帝搁好。伫天顶做伙来伫遐掌权，所以咱
要来稍微做一个安尼做一个总结，咱无需要安尼不断伫遐安尼，咱需要是不断成长，但是咱的身份无需要靠咱的成长来证明。咱必须要真清楚两件代志，就是成为跟那个活出来。咱毋是靠家己的努力成做上帝的儿女，咱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领受上帝。咱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领受上帝所赐的迄个新的性命啦，成做上帝的儿女。所以咱也毋是靠家己的好的行为，成做义人。咱乃是因为基督的救恩伫上帝面前来安尼称作义，然后靠着圣神活出迄个义的迄款安尼的性命。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的迄个好行为，毋是用来讲换取啦。基督徒的好行为不是用来换取上帝的爱，乃是咱已经领受上帝的疼了后，咱所结出的迄款安尼的果子。咱伫拜四顶日拄过拜四静怡姐伊甲我问一个问题我伫遐分享讲，我们需要有那个上帝的那种样式啊，或者他的那个什么是那个上帝的那种样式？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怎样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还佫会记安怎背无？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几项咱会通看，这几项拢是上帝的性情。当咱活出迄款安尼的性情的时阵，迄就是因为咱安尼结出迄个圣神的果子，是因为咱领受上帝的疼，是因为咱真清楚知影，咱是上帝的儿女，就咱会活出迄款上帝的迄款安尼的样相。就甲亲像讲，咱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家庭的文化，还是讲开了讲，我们有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的自己的家教，有没有？所以我们看孩子就知道父母。所以孩子因为他在家里领受了这个父母给他的爱，他也努力要效法他父母的样式，所以他就活出来。那如果父母没有活出一个好的样式，孩子活出来的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既然咱讲咱是上帝的儿女，咱已经领受上帝的疼了，咱需要的是安怎？心甘情愿的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活出来，或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个不是基于说我要努力，而是那个是自然而然会散发出来的，敢不是？所以今仔日咱伫遐读圣经咱应该来讲，亲像讲应该用另外一个，就讲亲像讲一棵果树，一棵果树它不需要证明它自己是一棵果树才会结果子而是怎样？它本来它就是一棵那种生命健康的树，它会结果子，是因为它是一棵那个健康的果树，它自然而然的它就会结出那个果子出来。所以安尼，咱是不是健康的这个果子树？当咱安尼伫遐读圣经、祈祷、聚会、奉献、服侍、传福音、听人，并毋是为着要甲上帝讲主啊，讲天父啊，你看我我已经有够好啊，
请你较听我咧。咱的上帝，咱的天父，无因为讲咱用咱所做的来伫遐来衡量我们，那是咱需要是咱伫遐来，咱的主，咱的上帝来伫遐来安尼讲主啊，因为你已经听我，拯救我，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来回应你。这是稳定啊，甲律法主义一个上大的无共。这是恩典与律法主义最大的不同。律法主义甲咱讲的是，我做得够好，所以上帝他才喜欢我。耶稣基督伊的福音是安怎讲？伊是讲上帝伫基督内面已经接纳我，是咱伫咧耶稣基督的内面，上帝已经接纳我，所以我愿意安尼倚靠伊的恩典，毋是倚靠咱家己。是倚靠主耶稣的恩典，活出一个讨他喜悦、合他喜悦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咱今仔日咱失败的时阵，咱无需要安尼讲，安尼逃避上帝。当咱绊倒的时阵，咱无需要认为讲我毋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咱会通真安尼坦然的，转来到伫主耶稣的面前，伫主的十字架面前，承认咱家己的软弱，因为咱原底本来就软弱，接受基督的救恩，伊的赦免，搁一摆来倚靠圣神来重新，搁一摆来徛起来。所以，咱伫主的内面，咱的成长是真实的。但是咱的愿望毋是建立伫咱家己的完全，因为咱本底就无完全，嘛无可能完全。照咱今仔咱所领受的，迄个经文，安怎讲？伫咱今仔日的经文的第7节，伊讲安怎？讲因为意向本性是抵得上帝。因为无顺服上帝的律法，后壁佫讲一句，其实嘛无法度顺服。所以咱就会通真清楚知影，咱无法度倚靠咱家己。所以咱所需要是，咱需要转来到伫十字架前来承认咱的软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伊的赦免。咱会通搁一摆来倚靠圣神来重新徛起来，所以咱的成长咱迄个讲啊是真实的，但是咱的愿望毋是建立伫咱家己的完全，是建立伫基督的完全，也是咱是倚靠基督伊的完全，互咱来得到救。所以咱伫咧今仔日，咱伫咧认捌上帝眼中的真实的我，咱。最后，咱要看见三面的真理的镜，也就是咱过去的咱，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是上帝迄个美好的创造，是迄个上帝的杰作。第二面镜是迄个罪中的我，咱是需要上帝的恩典，需要悔改的罪人。第三面镜是咱伫基督内面的我，是迄个蒙恩得救，是蒙救赎，是迄个蒙赦免，成做新创造的人。这才是上帝眼中迄个真实的我。所以咱会通安怎来操练咱每一天？咱会通伫咱每一天，咱用着咱真清楚咱的身份来开始，咱逐天起来。第一件代志，咱真清楚知影，咱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咱就无用表现来开始一天的生活。乃是讲，咱真清楚知影，咱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咱爱活出迄个合神心意那种身份，是上帝儿女的迄款安尼的身份，咱活出迄款安尼的身份。咱毋是去努力，是
自然而然的散发出来。咱真清楚知影咱家己的身份。第二，咱就算讲好，咱伫咧一工内面，咱有失败，有绊倒，咱无刀片上帝。我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基督徒，咱主要变成一个躺平的基督徒，不是，我们是要再一次回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领受他的救恩。咱伫迄中间承认讲主啊，我真正做唔对，真侪基督徒咱唔敢来承认咱的错误。讲较严重叫做死不认错，再过来呢，咱需要是接受，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甲伊的赦免。第三，咱需要重新搁一届开始。讲主啊，恳求你，恳求亲爱的圣神帮助我，会通安怎哪来哪亲像你。当咱安尼不断来伫遐来主来安尼求讨的时阵，咱就一个无共款的迄款安尼的性命。咱逐工伫迄中间伫遐来操练，互咱的迄个性命会通安怎无伫迄中间，咱无伫遐自我控告，但是安怎咱嘛无伫遐来纵容罪，而是让恩典带领我们离开，真正的离开罪。所以，咱会通安怎好好来操练咱家己，咱逐工，咱会通伫恩典中来得到成长。咱会用透过逐工伫遐安尼读经，不要觉得说读经好像每一天读一点点没有什么，每一天只要读一点点，你累积下来，你就可以把主的话语慢慢的深刻在你的心里。你自然而然的，你当你要行唔对的时阵，上帝的话会浮出来，上帝的话会伫咧你的心内，搁一届来警告你。当咱伫遐逐工伫遐安尼安静几分啊，伫上帝面前安静祈祷，求圣神亲自来光照咱，互咱会通安尼，不管是读圣经，还是拄着代志，咱会通时常拢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恳求主圣神的引带甲带领。会通逐礼拜，咱会通主动来关心咱的兄弟姊妹。除了咱的关怀部以外，我毋知影有偌济人，咱有伫遐主动关心咱在座咱的遮的兄弟姊妹。咱毋好只有干那知影，讲咱需要去关心主内遮的肢体，但是却无有行为。咱毋好干那想讲啊，我家己好就好。会通透过关心咱安尼身边遮的兄弟姊妹，咱也伫迄中间就做好事，伫咱的遮的至微细的一位。咱每一工、每一礼拜，安尼为着一位需要代祷帮助的人来代祷。教会逐礼拜拢牵上少5个需要代祷，咱的代祷函内面搁较侪人。咱有真实来为着其中一个来代祷啊无？咱每一礼拜伫教会内面，忠心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的每一件代志，不管是啥物款的代志，不管是咱伫教会内面做交代，还是伫遐关心包括真做主日的老师，以及甚至伫教会内面安尼，像讲伫咧团契内面安尼主责，安尼互一寡遮的咱的安尼亲像讲。双人团契，因安尼逐工伫遐咧关心着遮个，逐礼拜关心着遮个长辈，做伫咧迄个至微细，这拢是忠心完成上帝所托付的每一件服侍。但是咱会记，就是遮个操练，毋是要来证明讲我有够熟练，是要来帮助咱会通搁较深来踮伫咧基督的内面。是要帮助我们更深的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咱会通过安怎操练，咱将迄个我还不够好，诚做讲主啊，求你继续来改变我。迄个咱之前已经捌分享过，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不断的更新的，他不是那一个说已经是完全的。所以，咱踮伫咧基督内面，是迄个哪来哪亲像主，毋是已经达到。咱来知影，咱的性命犹原迄个旧的我，犹原还阁伫咱的内面。咱是穿戴耶稣基督，是披戴基督，所以里面的那个老我仍然会影响我，互咱搁一摆转去到伫迄个老我迄款的性命。所以咱只有伫遐。当咱知影咱上帝儿女迄款咱的身份，咱欢喜来改变，欢喜来活出迄款安尼的性命，就咱的性命哪来哪亲像主。所以当咱安尼发现咱家己的性命犹原还阁有侪只安尼欠过无够业，咱无需要去否认嘛无需要伫遐来绝望。咱会通安尼将迄个我怎么还是这么差？该做讲主啊，我知影，我知影，我知影，迄个家己阁需要成长，求你继续伫我的生命内面来工作。因为这两句话看起来像很相近心态却完全不同。迄个那你想想讲，迄个说我怎么还是这么差？跟主啊，我知道我自己还需要成长，求你继续在我生命当中来工作。头一句话是互人陷入伫咧迄个自我的定罪的内面，但是后壁迄句咧是要将咱家己交伫主的手中。因为迄个真正属灵的人，是咧属灵清晰的人，毋是认为咱家己已经无问题，乃是咱会通哪来哪知影咱需要主，需要基督，也哪来哪愿意来互圣神伫咱的生命内面来伫遐来做工。所以，咱会通搁一摆来回想牧师今仔伫咱中间的分享，咱是毋是时常因为咱家己的表现无好？就怀疑上帝是毋是犹原疼咱、接纳咱？咱是毋是安尼真正相信伫基督的内面的身份，比咱的表现搁较稳固？安尼最近一摆，咱因为感觉家己无够属灵、无够好，直到咱灰心是啥物时阵？安尼迄个时阵，咱是毋是有听探咱家己的迄个，咱是听探家己的迄个自我的控告，是咱转去到伫上帝恩典中？我们是听从自己的控告，还是回到上帝的恩典中？过来，咱是毋是目前咱上需要是互圣神来改变咱生命的倒一部分？安尼，咱会通用什么款具体的行动？伫即一礼拜，咱会通操练咱，互咱真正会通安尼活伫迄个叫做点伫基督的内面。咱要怎样来操练咱家己？第三，当咱看见别人的生命比咱家己较成熟，服侍比家己较有果效的时阵，咱是感觉自卑、嫉妒，是是咱会伫迄中间来感谢主、感谢上帝，使用安尼的生命。咱是毋是愿意相信上帝对每一人的带领，拢有伊美好的旨意？咱无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彼此来比较。愿主甲咱三弟弟，互咱真正对主领受对伊来的话语，互咱会通真清楚知影咱家己的身份，搁活伫咧迄款安尼身份内面来领受主的救恩，互咱安尼日日来操练安尼。得到助力、欢喜，阁是安尼欢喜，互圣神引带迄款安尼的生命，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伫基督的内面，阮无搁再需要靠着家己的表现来证明阮家己的价值。求你赦免阮时常安尼落入你安尼律法主义
用着家己的祈祷、读圣经、奉献、服侍，是行为来去比较家己是毋是安尼有得到主你的欢喜。恳求主圣神，互阮会通来搁较明白，阮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得到接纳，也因为主的救恩，真侪新创造的人，当阮软弱失败时阵，求你互阮无搁逃避你，反倒互阮会通安尼时时转来到伫主你是面前，当阮安尼有所成长的时阵，求主帮助阮，互阮无骄傲自义，帮助阮安息伫主的完全的救恩的内面，搁日日我靠圣神来成长，活出一个上帝儿女迄款安尼的性命。愿阮无搁再互迄个还不够好迄款安尼的控告来捆绑阮，乃是伫主你的恩典中来得到自由，伫耶稣基督内面成长。互你会通得到一切荣光。阮来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祷，阿免。这时，请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169首，圣诗第169首，请起立来吟全首。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岛年来受苦，竟是个死埋葬大阴府。第三日对上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面，伊要对遐各人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请咱同心来感恩奉献，请杨志宏长老、方美珍执事来书献。然后第一遍来的朋友，毋知奉献意义的。
福片诗歌。咱做伙来读本周经句，请。安尼也会甲基督耶稣结连的人就无受定罪。罗马书第8章第1节。下面是迎新报告时间，林志宏弟兄，好，我们欢迎林志宏弟兄。那林志宏弟兄有没有要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一下你？文南的同学，欢迎。谢谢，欢迎。请问还有其他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吗 ？OK， 好，那请大家来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1点，下主日第2堂礼拜结束后，将召开小会，请小会员预备心预会，请各团契小组于9月底前选出新任干部，并告知办公室。第2点，9月6日合堂，主日礼拜后将进行执事补选选举投票，敬请本会会员拨空参加。会员名单及候选名单自16日起开始公告于公布栏。若您因为事情没有办法出席，请在9月5日中午12点之前，在南洋教会兄弟姐妹群组登记，或者向办公室请假。第3点，若有符合选举绅士约定条款的家族，请于8月29日前向办公室领取表单，提出申请，以利制作选举投票单。第4点，信德奖学金开始受理申请，9月20日第2堂礼拜后将召开奖学金委员会，请小朋友在9月13日前将申请单及成绩单交到办公室给干事。第5点，请各团契开始预备安排下一季10到12月聚会内容，并于9月20日前回传资料，以利下一季行事历的制作。肢体消息，第1点，9月5日上午10点，在济南教会宣教中心 B1 小礼堂，七星中会婚姻部将举办婚姻家庭讲座，讲师胡瑞智老师，即日起接受扫描报名，欢迎兄姐踊跃参加，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布栏海报。第2点，请自行过目。第3点，9月12日上午9点至下午6点，13日下午1点半至5点半，于南洋教会台湾女子神学院将举办培灵讲座系列，主题灵命的转捩点下，讲师黄淑华牧师，费用免费采自由奉献，但一定要先扫 QR code 报名，或请干事帮忙。详细课程内容请看公布栏海报，欢迎兄姐邀请亲友一同参加。第4点，请自行过目。代祷事项请看代祷函，也请花时间为兄姐们祈祷。上周聚会概况请大家过目，本周及下周侍奉表也请大家过目，请服侍的兄姐预备。再来是会计报告，请大家过目。
如有疑问，请找财务同工修正。请问牧师要补充报告吗？这边搁一届提醒吼，咱伫9月第1主日咱有这个职事的补选吼，咱有缺三名的执事吼，咱要伫遐来咱这届是用电子投票的方式吼，所以那拜托咱兄弟，咱若迄天无法度出席的，请一定爱登记吼，你无法度出席来互咱这个会员好会会通真顺利来召开，来互这个职事补选的代志会通来完成吼。那咱的家族照着咱小会原地本地决议的，就是那一个家族内面，若有安尼迄个就讲有2个以上吼的候选人吼。就是可以被候选的，叫咱教会的迄个绅士约定的条款咱会通来推派迄个人选来代表出来参加。上主要是要帮助咱教会内面兄弟会通互搁较侪家庭来出来服侍莫拢只有干那一个家族来占掉咧搁咱迄个家族的认定爱记哩家族的认定。你若是已经结婚孩子已经结婚了那他是另外一个家庭即使他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都是另外一个家庭如果说孩子没有结婚那同样都是成人会员，那按照我们的这个绅士约定我们是可以派代表出来那个推派代表出来候选那伫咱的这个报告的内面请咱会记迄个伫9月12这个有这个培灵的讲座系列这个课程，这个课程是免费的，但是伊需要报名所以请咱这个课程对咱的这个灵命的培养真重要所以。尤其伊即马拄好是迄个这是这个灵命的转类的这个下这个课程对咱会通有真好的帮助，所以咱时间都还袂好势鼓励咱兄弟来报名参加这个课程费用是免费，但是爱报名，所以咱若有要参加的人去到伫公布栏遐有迄个 QR code， 扫 QR code 里面去直接去点选就可以报名安尼，因较互迄个新人院、女子新人院迄边遐会通好来预备迄个课程的讲义等等的需要过来就是咱伫咧咱的周报内面有一张迄个建堂的进度建堂的进度，咱的建堂即马进度到倒位咱有一个伫咧第2项有一个地质钻探的结果的报告，内面总共写6项，咱家己来看。嘛是过来就是这个地质报告出来了，过来就是要进入到咱的迄个新堂的结构的设计的部分，地质完了才能够结构，结构完了我们就可以正式的要来申请那个建筑执照，所以那照建筑师甲阮咧讨论，阮甲伊询问地质勘看完了以后。结构出来大概还要再1个月，所以也就是差不多到9月中9月底，咱就要开始来上迄个建筑建筑执照的申请，建筑执照的申请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咱用安尼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最快，而且都照着顺序都很正常的话，咱教会的建堂的动工的时间会是在明年的约在3、4月那附近，就是说这是上紧的时间点，互咱大家人小了解，咱即马咧建堂的这个进度到倒位。过来就是咱今仔日开始咱。伫咧咱的建堂内面有一项，就是伫咧咱的迄个
建堂经费的募集的部分，有一个来邀请咱所有兄弟来参与的，就是养猪计划。吼，咱教会有准备3只猪，有大中小，吼，大中小啊，鼓励咱兄弟。如果你过去以早你有一寡食四修的习惯，也是啉饮料的习惯，为着你的身体的健康，鼓励你吼，改做啉白滚水，吼，啊，将你买饮料的钱来投入在铺满的内面，吼，咱来那个收集吼，啊，咱也是讲买菜吼了，咱有一寡银角啊，你就将迄个银角啊。投入去伫咧迄个小猪铺满的内面，啊，迄个铺满吼，啊，咱会通去到伫办公室来甲干事来领取。我们没有在这边发啦吼，都是去办公室吼。所以鼓励咱兄弟，咱逐个人上少饲一只嘿，嘿，饲猪啊饲较济咧，毋好饲迄落少少啊吼。啊，我头仔看见有个人吼，啊，领大只猪去啊吼。啊，有个人安尼信心较无够吼，伊讲啊，我对细只开始，不管安怎吼，上帝拢欢喜吼，咱就是参与伫咧即个建堂的即个时间。啊，咱伫咧啥物时阵要抬猪？哦，伫咧今年的圣诞节吼，圣诞节对无？是不是？是嘛吼？咱伫咧咱迄个建堂委员会有决议，咱伫咧今年的圣诞节，我们要来做一次的杀猪，吼、啊，愿上帝甲咱送啊弟弟，互咱伫咧迄个小小的钱的顶面，咱要来看见上帝安怎做大代志伫咱的中间，吼、咱真感谢主，咱即马咱的迄个建堂的即个基金，吼、咱已经冲到2800万，吼、超过，咱已经接近要到2900万，所以。咱有可能到伫咱真正建堂的时阵，咱已经有3000万的即个建堂的经费。哦，感谢主当咱欢喜参与的时阵，咱就要看见上帝恩典怎样甲咱送啊弟弟。所以鼓励咱兄弟，咱就安尼来参与伫咧即个养猪的计划。嘛鼓励咱兄弟吼，咱无看咱家己迄落安尼，咱像讲无够个，咱欢喜来安尼参与伫咧迄个建堂的勇士，哦，所以嘛鼓励咱兄弟会通好来填写迄个建堂勇士卡，讲你欢喜来参与3款的事工，吼。好，以上。这时，请咱来吟祝福的诗，圣诗第395首，圣诗第395首，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你嘅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别倒避讳。